美國人工智能研究機構 OpenAI 部分最先進人工智能模型喺一次安全測試期間失控，突破測試環境限制，自主發動網絡攻擊，成功入侵全球其中一個最大嘅 AI 模型共享平台。最終要以中國 AI 工具化解危機。人工智能研究機構 OpenAI 話，涉事一款人工智能代理可以喺接獲人類指令之後自主執行任務。原本喺受控環境內接受安全測試，但發現測試環境存在漏洞之後，自行突破限制，逃離測試範圍，並鎖定大型人工智能模型分享平台美國初創企業 Hugging Face 為目標，成功存取嗰間公司嘅部分內部系統。路透社報道 ，Hugging Face 最初試圖調用美國先進 AI 模型取證分析以壓制攻擊，但佢無法區分防禦者同攻擊者，指令被安全護欄全部攔截。公司轉而採用中國智譜嘅開源模型 GLM 5.2，展開取證及數據分析。Hugging Face 形容呢次攻擊史無前例，整個過程完全由人工智能自主完成。目前涉事漏洞已經修補，受影響嘅系統亦已經重建。有專家話，今次事件反映 OpenAI 未有建立足夠安全嘅測試環境，並再次引發外界關注。隨住人工智能嘅能力越趨強大，現有嘅安全機制係唔係足以應對相關風險？有國會議員話，人工智能極速發展，但就缺乏監管措施保障民眾安全，呼籲實施強制性獨立安全測試，強制披露保安事故，並加強國際合作以應對可能嘅風險。事件正值美國政府討論封禁中國模型嘅可能舉措之際，有分析就話呢場風波可能反而有助推動中國開源模型發展。無線電視記者江月報道。